请问，伫落落去咧涂骹是食饭的时阵的禁忌，是啥物原因呢 ？A 是因为会变做去食 ，B 是因为会着重病 ，C 是因为惊动祖先。你有40秒的时间。伫落去涂骹，是。落落去涂骹，我感觉不是有人请去食，去食，变做去食。变做去食。同意。因为这以前食饭拢会红骂。对啊，嘛是安尼。阮兜吼是落去涂骹咯，哎哟，有人要请你。到尾也就改这啦，讲有人要请去食对嘿，较早拢上骂啦。所以你会感觉是变做去食。变做去食。好，确定哦。安尼，好，你的答案是？我确定是 A。好，咱来看一下，会变做去食，对唔对？希望我们猜对。今年哦，机会过来啊！马上啊 A 加 B 啦。我们如果有答错，没有，我们没有得失心啊，我们都是0啊。对啊。是叫当兵嘛，互你答错。还是惊动周生？会着当兵，还是惊着祖先？恁感觉惊动？惊动，嘿，照卡型啊。哦，拜拜爱拜挖地啊，哦哟。所以我感觉是人的声有遐个宝贝的声啦，哦，所以宝贝会惊到，是，所以你的答案是？老师球啊，哈哈。所以你的答案是 C 啦，惊动祖先。好，咱来看一下，惊动祖先。较早对唔对？卡尾饭面嘅插地。是解释一下。因对我讲变去食哦，迄是咱较早食饭的是袂使夹地去讲话啦。安尼才先，咱像要去做去食共款啦。哦，你若讲迄个拄则讲咖啡饭，就是你若迄个地插伫碗顶面，插伫饭的顶面啦。安尼讲，咱像咖啡饭嘛会讲的。地若咱伫涂骹，即摆咱人拢大多数人拢住老厝啦吼。较早人毋是啦，拢住咧平厝啊、家厝啊啦。祖先就待伫涂骹啦。所以你地若咱涂骹哦，惊讲因伫涂骹咧困吼，去甲因惊着啦。所以就讲上好是莫落落去涂骹啦。是，好，谢谢老师。